靈修分享日期2025年11月9日，經文約書亞記1章1至9節。摩西死後，上帝命令約書亞帶領百姓渡過約旦河，並且賜下應許講：凡以色列人腳掌所踏之地，就係佢應許要賜俾佢哋祖宗嘅地，現在都賜俾佢哋。上帝亦都講，佢點樣與摩西同在，亦必點樣與約書亞同在。所以約書亞要剛強壯膽，晝夜思想並遵行律法。今日因為種種原因，唔少教會出現青黃不接，欠缺教會領袖，以致呢啲教會未能履行上帝交付教會嘅大使命。不過，這並不等於上帝唔同我哋基督徒同在。只要我哋剛強壯膽，晝夜思想，並遵行上帝嘅話語聖經，同樣如約書亞一樣，得蒙上帝嘅應許，佢亦必與我哋同在。你們要思考上面的事，不要思考地上的事，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葬在上帝裡面。基督是你們的生命，他顯現的時候，你們也要與他一同在榮耀裡顯現。歌羅西書4章2至4節。阿們。